韩国男团 EXO 近日播出的实境节目，选择玩游戏的场景很特别，是特别飞到台湾高雄取景，而且也跑遍了高雄的各大知名景点，像是卫武营还有博尔特区。EXO 的成员还坐上小火车，玩得非常开心。EXO 的爬梯子世界旅行第2季，看天空啊！歌好漂亮。韩团 EXO 全体出动拍摄实境综艺节目，但这个单元很特别，场景是不是也觉得很熟悉 ？EXO 的爬梯子世界旅行第2季，你好。8个大男孩坐上迷你小火车，这里就是高雄著名景点博尔特区。EXO 的爬梯子世界旅行第2季，往这里来，还有这一整条街的大楼墙面，通通涂满彩色图画。EXO 的爬梯子世界旅行第2季，快点，走吧！这里也是在高雄卫武营附近，名为欢迎来到我的房间的彩绘楼。而 EXO 边工作边玩，也让韩国看到台湾之美。不止高雄，还去垦丁，似乎也是看准了近年韩国到高雄的观光人数不断攀升。2017年9万多人次，2018年预估破10万人次。等于是逐年成长，也难怪韩国夯团 EXO 录实境节目，高雄成了一大目标。另外也要抢攻华流市场的还有朴有天，用中文翻唱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主题曲。摆脱性侵丑闻，朴有天从网络出发，成为 YouTuber。虽然近期没有戏剧或发行专辑的计划，但透过网络唱歌，似乎也找到了另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。